有立法會議員認為而家嘅收費水平合理，相信承辦商日後亦都會按市場反應調整租金。咁如果到時大家都覺得佢係話太貴，咁就自然就會少人用啦。佢自然咧，佢就要諗下佢需唔需要咧係減一啲嘅長租啦咁樣。咁呢個我相信咧喺個市場嗰度調動咯。另一方面，我自己就唔希望咧見到啟德體育園咧嗰個長租咧會因為咧個市場好多人使用咧而不斷咁增加啦。提供一啲嘅場地俾市民咧都係為公眾利益為主嘅。根據立法會文件，2021年有740宗個案涉嫌炒賣康文署場地而被調查，2宗個案被懲處。而舊年頭6個月涉及炒場嘅調查個案減少到130宗，被懲處嘅個案就增加到13宗。鄭永信認為啟德體育園亦都要制定措施防範炒場。我哋見到咧康文署咧過去嗰個炒場嘅情況咧，都仍然都有喺度啦。咁我自己希望咧啟德體育園咧，即係都要好好咁樣去有一套嘅系統咧，去防止炒賣啦。咁中間咧，政府亦都可以提供一啲嘅意見啦，即係點樣係可以去堵截一啲嘅，譬如機械人去嘗試混入個系統裏邊咧，係進行去炒賣咧咁樣。咁呢啲其實日後我相信咧，透過政府過去呢個經驗，都可以同啟德體育園合作咯。根據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網站，興建啟德體育園唔單止係為咗舉辦大型賽事同埋支持精英運動員，推廣全民運動亦都係目標之一。啟德體育園2018年成立飛躍啟德，至今舉辦超過150項唔同類型嘅社區運動項目，俾唔同基層嘅市民參與。鄭永信希望園方日後可以舉辦更加多社區活動，避免基層市民因為收費高昂而少咗享用體育園設施嘅機會。啟德體育園嘅坐落嘅位置咧，都喺九龍區嗰度啦。深水埗啊、油尖旺啊、九龍城、土瓜灣咧，都有好多基層嘅市民嘅。咁譬如呢一方面，可唔可以更加好咁樣鼓勵？譬如住喺劏房嘅小朋友啊，都有機會係可以接觸到運動咧。佢哋之前都有個飛躍啟德啦，即係都係專係一個慈善機構係去推動呢啲嘅項目嘅。咁日後希望有更加多呢方面嘅推廣。